就評述啊對住印度嗰場賽事啦，其實中途好多時候啦都唔好聽得清楚自己講緊啲乜嘢，因為現場打起聲來實在太過好氣氛啊！今日就紅白大戰啦，紅色波衫主場之利呢就係港隊啊嚇，咁白色波衫係作客嘅孟加拉。有埋啲煙霧添啊！哦，排最後就係今日啦，傷愈復出嘅費蘭道大哥噃。Please remain standing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開波！2027亞洲盃外圍賽 C 組嘅分組賽啊，中國香港主場迎戰孟加拉嘅賽事啊嚇，紅色波衫主場之利嘅港隊，即係白色波衫係作客嘅孟加拉。哎呀！呢邊跣一跣腳，拋過艾利費蘭道有冇事？12碼，係啦，呢個波我都以為冇事，有事，因為當時甩咗之後咧。阿費蘭道就到嘅，咁樣鏟落去邊有唔會12碼啊？費蘭道都實靠你啦嚇，入咗人生第12個大港腳嘅入球啊！雙方都把握得到，今次港隊都把握得到，孟加拉一次嘅犯錯，博到球12碼，安永佳操刀得手，門將馬馬就捉錯咗路線啦，抗翻龍門嘅左下角地波啊！咪先係法希馬左擺右擺，擺脱咗艾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搶快一步先係拉基荷森。呢個波都夠快嘅嚇 set 埋嚟，咁啊邊？